听问，咱若听到一个人咧拼白虎汤，代表伊爱安怎咧 ？A 爱拼生囝 ，B 爱拼孤独的 ，C 爱拼面工。你有40秒时间。拼白虎汤，哎，你会当讲出来？较大声，好，我听你讲出来。较大声。孤独的人，中医有一句话，人啊伫遐咧倒吼，无药啊，我要合你拼白虎汤。哎，无药啊白虎汤，啊是什么命来食到尾，上命上你的命。嘿，原则上就是讲最后一贴啦，最后一条啦，是，还是要拼生囝，高还是要拼啥？孤独啦，拼孤独。哦，变孤独哦，原来是安尼。这简单生囝袂使用我无听过啊，你还安尼讲咧？爸爸拄仔就讲嘅，中医有讲。中医来这里讲，变白虎白虎汤。汤，中医的是贴药啊。啊，你的答案我的答案就是 B， 变孤独。好，咱来看这里，拼孤独对唔对？来感谢中医啊！哎呀哎呀，感谢爸爸，你就8000咯。这个白虎汤哦是汉药汤，咱一般中药咱是讲汉药啦，吼汉药汤。啊，伊这就是买贴药啊，吼，唔是活就是死，所以就是下猛药的意思。啊，另外头前迄个拼生囝，譬如讲阿婆啊生囝真拼咧，吼，啊，搁迄个尾啊拼暝工，咱有一句俗语讲，日时走拍拍，暗时点灯啦，吼，就是暗时咧做暝工，就去安尼拼代志安尼，日时拢伫遐弄榴莲安尼。哦，感谢感谢。